今日陽光普照，係一個懶洋洋嘅下午。青檸攤喺窗台，眼定定咁望住部手機嘅直播畫面。iShowSpeed 正喺中環街頭做緊直播。Speed 真係嚟咗香港啊！藍妹，我哋要即刻出發啊！你自己去啦，我而家睇緊貓貓短片，好忙啊！咁你就唔好話自己係 Speed 嘅 fans 啊！我唔理，我要親眼見到 Speed。飛到半路唔蕩失路先算啦，黐線！於是，一隻熱血鸚鵡就咁孤身一着，衝落中環嘅人海入面。青檸一邊飛一邊用手機定位，喺人群之上亂咁飛，完全揾唔到 Speed。咁多人點揾啊 ？Speed 你喺邊啊？當青檸就嚟放棄嘅時候，天降神鳥，藍妹坐住無人機閃亮登場。你有無人機？梗係啦，無人機係追星基本啦。Speed 喺街邊同香港粉絲自拍，笑到癲晒。Speed 啊！結果一開聲，四周10幾隻雀仔以為有大件事，齊齊散開，嚇到成個中環亂晒龍。咁都可以嚇親人，真係尷尬。Speed 去咗地鐵站，青檸緊貼住無人機，發動低空急速飛行模式，打算跟住落地鐵。結果保安叔叔即刻衝過嚟，青檸嚇到亂咁飛。唔好啊！我只係想追星咋。而藍妹靜雞雞咁入咗個小型透明背囊，裝作寵物鸚鵡。保安叔叔吹響哨子，青檸橫衝直撞，撞到一杯珍珠奶茶飛起，跌咗落個行緊嘅路人頭頂，情況十分混亂。青檸趕緊閃人，腦入面只得一句：唔可以輸俾藍妹，唔可以輸。經過千辛萬苦，青檸終於嚟到尖沙咀星光大道，遠遠望到一大班人圍住個大頭巾、活力爆燈嘅黑人男仔。仲唔係 Speed？ 終於揾到你啦！個男仔轉頭，唔係 Speed， 係一個扮 Speed 嘅香港 KOL。青檸心情跌到谷底，藍妹坐住無人機降落喺佢側邊，拎出一粒超迷你爆谷安慰佢。我追咗成日，結果都係見唔到 Speed。唔好咁啦，追唔到 Speed， 起碼仲有我陪你啊嘛！就喺大家以為一切完咗嘅時候，奇蹟出現咗。呢個時候，背後突然有人大叫：哇！青檸同藍妹一齊擰轉頭 ，Speed 就喺後面舉住手機自拍。This is so crazy, man! Real parrots in Hong Kong. 青檸二話不說，一個飛撲撲去 Speed 個頭度大叫 I love you, Speed！ Speed 哈哈大笑，伸手托住青檸。Bro, you crazy! 附近一大班人瘋狂打卡，直播畫面癲晒，彈幕洗版。Speed 鸚鵡遭遇戰，青檸成功咗啊！咁都俾佢追到，我輸咗啦！以後唔好再掛住追星啦，飛到咁癲嚇親人噶。但係今日我係全香港最幸福嘅鸚鵡啊！追星嘅路可以好亂，可以好癲，但有時癲到盡頭就係幸福嘅開始。